芈姝的婚事，於是就成了吳國與秦王之間的賭注。但是我只怕秦楚聯姻之事難遂秦王之心願吶。你看，屈子雖為賢臣，但明珠暗投，楚王好色，晉上奸佞，朝陽剛愎自用，再加上後宮威後弄權，鄭袖貪婪，這連橫之事，只怕凶多吉少啊。張子此言，眾所周知。是，這些眾所周知，但大家並不知道，那狄公主傾心的是秦王。只要秦楚能夠聯姻，秦王能娶了狄公主芈姝，這五國結盟不攻自破。張子此話，寡人早已明白。秦王心中雖明白，但也束手無策吧？要不然來了楚國這麼久，為何拖着遲遲不見你？拖在這客棧，又為何給你弄了個假公主啊？這一切都說明其中有蹊蹺。但是秦王你人生地不熟，沒有一個人替你疏通阻塞、鋪路搭橋，對不對？此話倒是不假。我願意做這個人，我張儀願意促成秦楚聯姻，促成大王抱得美人歸。可是，張子憑什麼誇下這海口呢？憑什麼？就憑我這3寸不爛之舌。寡人看得出張子手頭拮据，給你20斤，去自謀生路吧。秦王是把在下當成沿街討飯的叫花子了，還是四處招搖撞騙的小人了？啊，20斤，200斤，2000斤又如何？我張儀服的是賢君明主，圖的是江山社稷，再多的錢財在我張儀眼中都視如糞土。唉，可惜啊，這點不是人人都能懂的。告辭了。等等，既然張子志向高遠，那好，寡人就与你2月為期，看看張子的本事。2月就2月，2月之後，我讓你看看張儀是如何讓5國郢都會盟之事化為泡影。好。哎。寡人給你10斤，去買身衣服。事成之後，有意思。那秦王气度纵橫開河，氣貫長虹，若能與他做天下之爭，也算是平生一快。那張子自嘆懷才不遇。可為何見了秦王，卻根本不提這策論之事？張子不是說了嗎？這策論是專為楚王而寫，與秦王無論。把包袱拿來。幹什麼？我要看看張子的策論中究竟寫了些什麼。不妥，此舉非君子所為。你是君子，我不是。拿來。月兒當然也是君子。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。給我。何事讓你如此高興？玉女論：君子於玉，比德焉；帝王於玉女，比美人焉。天下美女，風情各異，有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者，有腰如束素，指如含貝者。這個張子簡直不堪。
有何不堪啊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给我吧。哎，你真要把这东西转交给楚王？当然了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嘛。这种奇谈怪论，不知楚王看了会说些什么？